就是两人共哈发。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课堂上的是一组新人的团体，他们的歌相当的特别，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太太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唱兼 keyboard 手阿木。我是 keyboard 手兼主唱黑狼。黑狼，那我是贝斯手方 Q。那来到我们这里呢，通常你知道吗？我想到我新人的时候，人家都说嘴巴要甜啊，嘴巴要甜，你才容易上节目，人家才会多多 promote 你的东西。所以我现在就要考考你们嘴巴到底有没有甜。好，请问可以可了亚节目好看吗？当然是很神奇哦，厉害，这样算有甜啊，神奇。神奇就是有趣，真的吗？你们也是这样认为吗？当然啊，因为这个节目有这么有名的主持人，这么有名的主持人。现在的新人真是电影强，电影强就是恐怖哦。那我当然也要好好来回馈一下喽。亚 V 夫影嘎这位太太这张专辑很贴贴。为什么贴贴特别呢？因为呢他们是双主唱。那接下来我要考考你们，今天我们教的客家话了哦。这节目好看吗？亚节目好看吗？有趣，神奇，有名，有名，厉害，恐怖，电强，特别，贴贴，厉害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各位，复习时间。这节目好看吗？亚节目好看吗？亚节目好看吗？有趣，神奇，有名，恐怖，突然强，特别，特別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跳下嚟講客家吧。